这个时辰，师傅肯定没睡呢。你想回去看到师傅那张脸吗？你这个人呀，我最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呢，虽然面相看起来鲁莽，但心里却暖得很，跟师傅正相反。师傅啊，那一双眼睛像黑曜石一样亮得很，你就算这样捧着它，贴着肉捂都不一定能捂得热。我呢，是一直想亲近师傅的，到最后只能远远地看着他，敬重他。这下倒好，我捅了这么大篓子，怕是师傅又要跟我疏远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知道，你是不是之前为了我去找师傅，还吃了瓜烙？去昭明宫的事万万不可再提了，听到了吗？是谁又吃了瓜烙？哎，师傅，我这就去面壁。穿成这样，还招摇过市，像什么样子？我这就去面壁。回去，收拾东西。收拾东西？师傅，您让我搬？你一个人在季风馆，确实不合适。搬到昭明宫去。海事啊，还愣着干嘛？快谢谢师傅！啊，谢谢师傅。这雨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了。哎你，这正好就是送你的，里面是个玉挂件。送我的？小海市如今有了功名，还送哥哥东西了，真是不一样，人也变得阔绰了。你不要，还给我。哎，呀！海市送我的东西，我当然要了。哼，怎么样？我在这儿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拘束？啊？不会，师傅，怎么会呢？有师傅在，我们才安心嘛。师傅在，要时刻想着规矩，确实有些拘束。不过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，师傅教导的，要时刻谨记在心。海市，送师傅的礼物呢？没有买啊，我觉得这街上的东西太粗糙了，师傅肯定用不惯。粗糙用不惯就不买啊？你这是什么想法？你平时做错了事情，师傅没少在后边给你收拾烂摊子。哎，这样吧，今日呢，我借花献佛，把你送给我这个玉佩送给师傅。等下次师傅过生日的时候，你再送师傅一个更大更好的。不用了啊，雨停了，走吧。